有真侪民众找头路说防诈骗，刑事局的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最近是对高雄的日租套房救出10个防监禁的受害者，因拢是因为找头路，也毋过说防关起来，要求讲爱提供银行的口座，等下车手去甲诈骗的钱领出了后，才放人。最近嘛发现讲诈骗集团伫人力银行的网站用真好的条件，请人来应征。也毋过哦，若是做无到半当，说要求讲爱赔几10万块，才会当离职。来到高雄日租套房10个被害者陆续防救出来，因拢伫面册纠结防骗，防扣了手机、小铺，还有提款卡，而且限制行动。总共10只手机。佮有6个人防骗去柬埔寨做诈骗，警方找到中介民众的嫌款徛假，发现诈骗集团最近的手法是找人伫人力银行刊登广告，而且打出着当地做工课的相片、宿舍的相片，互求职者相信，甲因讲每一个月赚5万到16万块，毋过要签约半当。真侪人出国了后发现防骗，想要回来台湾，佮要付15万到28万的赎金。这一些人力银行他们自己也会发现，可能是接到民众的这个检举，他们也会发现，他们也会下架。那当然，我们在发现他没有下架的时候，我们会以公文立即发公文给这些人力银行，要求他们下架。那这些人力银行也马上的下架。警方表示，人力银行接到通知是诈骗集团所登的广告已经随家刻落来，嘛行文要求着人力公司要严格来把关。伊嘛提醒民众，伫海外要找头路限制真济，要找头路进前爱加探听，看到薪水真悬的工课，更加爱详细来了解。记者王刘婷在天坤局报道。